纺织业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10%，而且台湾一年产生71万吨的纺织废弃物。环保局希望会当减少资源浪费，推动旧衫的回收再利用。回收的业者嘛认为这是未来趋势，不过技术的问题也阁需要改进。 大家人拢爱穿衫，而且愈卖愈侪。国内纺织品一人平均消费量有过2030，会比2014年成长1倍，产生更较侪废弃物。去年旧衫回收量是8.2万吨，一半变二手衫，一成外港吉做倒布填充料，将近2成是烧掉。若想要提高回收再利用的比例，回收业者认为爱先研发出机器来协助分选无同材质。 用人工这边看很慢，而且又不一定准，后方的处理它更麻烦。那如果你靠辨识系统的话，精准的变成一个产品出来的话，那后面使用好使用。目前，岛屿设备研发的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表示，已经发展出材料定量鉴别模组，建立聚醴纤维、PET、棉、尼龙这3种材料的公布资料库。 我们1小时呢，它是可以鉴别1000件的。那也希望它的单层布的精准度达85%。为了要鼓励业者投资，环保署提出补贴药店的草案，补贴买甲租设备比例达到30%，总额上限是150万。初步规划的一个补助的一个方式，能不能有效的去达到我们未来的一个目标？ 纺织是高耗能的产业，占全球碳排放10%。环保署希望提高旧衫回收率，和旧衫再利用，会再举行座谈会，收集各界意见。初步规划希望透过补贴，鼓励业者伫今年底完成申请，114年中来完成建制。记者林志文、王兴中台北报道。